面目大一小面目客栈，侬客栈，方面话汉语名的当中，侬客栈方面话，面话是客栈，卖餐酒胶，卖餐酒胶。餐酒胶，没波呀，非常的走，没波，没波呀，非常的走。海宁海走本面卖尾海宁海走本面卖尾哒哒滴哒哒哒卖餐酒餐酒胶微波呀非常的走海宁海不面卖尾北呀哈北呀哈北坐船长民族卖餐酒多条胶餐酒胶多条路微波呀非常的你们也想象的非常的想象的走海宁海走海会海走不面卖尾这是dirty卖餐酒胶微波呀非常的走海宁海走不面卖尾有会就是污秽的意思要做酒像一只风筝飘落遥远的泰国地兄弟天要两分你何时才能再相聚啦啦啦啦啦啦要做兄弟在何方家乡亲人在盼望啦啦啦